香港地少高樓多，人口稠密，烏啦啦，交通繁忙，廢氣多，二氧化碳不斷上升咯，熱島效應甜香港，我哋未來點樣生存喎？We have a dream. Yo, here we go. 我哋係環保達人，利用科技同埋創新精神，將力全界由營運而生，樓高都可以明環保發生。水藻系統造成植物化，二氧化碳就sayonara，所有建築都可垂直綠化，溫室效應就唔使再怕。水藻高速地產生，生物燃料就隨時能產生，水藻污水處可再生，有機蔬菜喺大樓裏生。路邊噪音擾人心，噪音發電板真係長生，吸噪音電能產生，試用噪音係有可能發生。加油搭合都好最香能，太陽風能生物多效能，居民佔用不同最香能，不同嘅能源係有可能。